今日嚟到深圳一間正宗成都火鍋店，佢哋嘅現切黃牛五花趾只係賣59蚊，喺外邊餐廳啊，一般都要100蚊一份，即叫即切，夠晒新鮮。即叫即切嘅吊龍牛肉，價錢都係42蚊，賣相同樣吸引。仲有新鮮嘅生野菜自助，每張台加18蚊啊，仲可以無限任食。仲有正宗嘅成都鍋底，同埋仲有好多其他嘅新鮮火鍋配料俾大家選擇。大家可以坐地鐵11號線、12號線嚟到南三站，喺返 A 出口出站，上到嚟 A 出口路面，沿路一路向前行，行返前一個路口，見到馬路位，過咗對面馬路就可以去返今日嘅火鍋店。過咗馬路，行返左手邊，行返前一個鋪位就可以嚟到今日嘅火鍋店——川西霸子成都火鍋南山店。入到嚟餐廳嘅裝修都好有特色。我哋6點幾嚟到啊，晚飯時間都好多附近嘅街坊啊嚟呢度打邊爐。裝修啊都好有老成都嘅風格，冷氣啊夠晒涼。行到入去餐廳入邊，仲有多間包房啊，大家同朋友親戚過嚟食飯聚餐，可以喺包房啊有大家嘅私人空間。餐廳連續6年上咗大眾點評成都必吃榜啊火鍋品牌。餐廳啊有多款嘅肉類啊，每日新鮮運到，客人啊即叫即點啊，廚師啊即場切啊，啲肉啊夠晒新鮮。廚師而家切緊啊呢一款就係黃牛五花趾，餐廳啊只賣59蚊，出邊嘅餐廳啊一般啊都要80-90蚊啊，去到100幾蚊一份啊。呢度啊性價比都好高，現切嘅吊龍牛肉價錢都係42蚊，賣相啊都好吸引。餐廳仲有生野菜自助，一張台全台啊加18蚊，無限任食啊！見到有多款嘅蔬菜啊，賣相夠晒新鮮。呢一款木耳菜啊都受香港嘅朋友歡迎，食落去啊夠晒爽脆嘅口感。一開始啊，我先啊攞咗蔬菜，見到啊幾款蔬菜都好吸引啊！食下蔬菜夠晒健康，唔夠啊可以再添加啊！同埋餐廳仲有即開嘅生蠔，9個9一隻啊，巴掌咁大嘅 size。同大家睇一個餐牌，佢哋嘅黃牛五花趾啊，59蚊一份，每日新鮮到店啊，限量發售，啱晒鍾意食牛嘅朋友啊！另外每張台加18蚊，全台嘅生野菜都係任食啊！餐廳啊有幾款鍋底，有老成都牛油傳統鍋，仲有老成都嘅牛油鴛鴦鍋。唔食辣嘅朋友可以食番茄鍋同埋鮮菌湯鍋。另外餐廳仲有9大推薦，多款嘅新鮮火鍋配料嘅食材啊，價錢好多都係10幾20蚊，選擇夠晒多，而且價錢都唔貴，同埋佢哋嘅酒水都唔貴。汽水啊5蚊一罐，啤酒啊10蚊支起，同朋友過嚟打下邊爐，飲下啤酒啱晒啦。另外後邊嗰版仲有其他嘅火鍋配料，大家嚟食火鍋有好多唔同嘅選擇。我哋嗌咗番茄湯底同埋多款嘅火鍋配料啊。餐廳有幾款啊正宗嘅成都鍋底啊俾大家選擇。我哋呢個番茄湯底啊聞到啊夠晒濃郁啊。呢一款黃牛五花趾，頭先師傅啊現場現切，見到啲色澤啊夠晒新鮮，而且59蚊呢個價錢啊非常吸引啊！佢哋嘅吊龍牛肉同樣即叫即切啊，42蚊啊價錢都係夠晒底。另外呢款係屠場純鮮毛肚，係新鮮嘅毛肚啊，望到啊夠晒新鮮。另外呢款啊係千層肚，同樣啊新鮮得嚟夠晒大塊。另外呢款啊極品耗兒魚啊，平時啊我哋喺香港啊都唔係成日見到。呢一款配料係手打嘅香貢丸子啊，價錢22蚊夠晒底。呢一款配料係川西老肥腸，見到一啲肥腸啊大大塊。呢一個蔬菜類啊係極品乾貢菜。另外我哋嗌咗呢一款啊鮮鴨血，價錢都係16蚊。呢個配料係成都豆花。出邊嘅自助區啊有好多唔同嘅選擇。
有幾款嘅前菜小食都係免費提供。另外仲有好多火鍋嘅豉油醬料啊，大家可以自行調校返。我哋一開始先試咗個和牛五花子，好快已經淥起咗。呢一款和牛五花子食落去非常新鮮，同埋夠晒爽口。呢一款牛肉食唔停口啊，食落去爽口得嚟，夠晒有質感，同埋好有牛味。跟住我哋試下個吊龍牛肉，個番茄湯底夠晒濃郁。個吊龍牛肉食落去油脂分佈都比較完美啊，食落去夠嫩口，而且好有牛味，個口感同樣吸引。跟住試下呢款純新鮮嘅毛肚，呢度嘅火鍋配料都係大大碟。呢款毛肚食落去感覺好新鮮，感覺鮮嫩得嚟，夠晒脆口，嗦咗啲番茄湯食落去口感都好正。跟住試下呢款千層肚，食落去夠晒爽脆感覺呢間餐廳嘅用料都好新鮮。跟住試下呢款手打香貢丸子，呢款貢丸子食落去好有口感，入邊啖啖肉汁，就算唔食牛嘅朋友都有其他嘅選擇。跟住再試下呢款極品澳兒魚，呢款魚香港都唔係成日買到個魚嗦咗個番茄湯正魚肉食落去夠結實，個魚食落去好有鮮甜味結實得嚟啖啖肉好好口感。呢款食材同樣都係夠晒高質。打邊爐梗係要食鴨血啦，呢一款係新鮮嘅鴨血，食落去個口感夠晒軟滑。呢一款係手工扯麵，店員即場處理，即場喺我哋面前拉麵順便可以睇埋表演。呢個麵個價錢只係9蚊夠晒抵。放埋個麵落去打邊爐呢個手工麵嗦咗啲番茄湯，食落去陣陣番茄嘅濃郁香味而且個麵身都好有咬口。呢一款配料係極品乾貢菜，平時都比較少食，食落去個口感都比較爽口。跟住試下呢款係川西老肥腸，啲肥腸大大塊呢個大腸嗦咗啲番茄湯同樣夠晒香。而且食落去有啲煙煙韌韌感覺，鍾意食肥腸嘅朋友一定要叫跟住試下呢款成都豆花，呢款豆腐食落去夠晒黃豆嘅香味，而且感覺營養夠晒豐富最後我哋放埋個生野菜落去打邊爐，出邊有多款嘅生野菜，夠晒新鮮，而且一啲蔬菜嗦咗啲番茄湯夠晒正食落去夠晒新鮮同埋鮮甜。蔬菜梗係一次唔夠啦，最後出去再 encore 再加啲其他嘅蔬菜，最後食埋個飯後甜品，呢一個係個酸奶食落去夠晒滑，同埋夠晒開胃食埋個飯後甜品幫助消化一下。今日我哋4個人嚟食咗成台嘢，都係300幾蚊，人均消費都係90幾蚊到，價錢夠晒抵，而且感覺食材夠晒高質。今日同屋企人喺川西霸子成都火鍋食完個晚飯，感覺呢間火鍋店個食材都好新鮮，價錢唔貴，而且佢哋嘅牛肉每日新鮮運到，佢哋嘅和牛五花子只係賣59蚊，平過出邊好多其他嘅火鍋配料食材同樣吸引，加18蚊全台仲可以任食生野菜。大家下次離開深圳都可以過嚟試下。今日同大家睇到呢度先，鍾意朋友俾翻個 like 我，訂翻個頻道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